来关心文化部伫去年12月时阵有试办台语家庭计划，第一阶段的认证已经结束啊。有参加的家长是认为讲，各地区的活动分布无够招群，也若意识培育的课程和大人的课程拢较少，所以嘛造成规定讲爱参加活动扣点数有淡薄困难。嘛学者是认为讲，这个计划也是真侪人唔知影，呼吁文化部爱加宣传。下尾足长的，而且有小可白白，伊的喙甲伊的骹拢是红色的。台语料理课老师做手工造型馒头，教大人熟悉长尾山羊。这个课程是目前少数开予大人参加的台语活动。文化部咧设台语家庭计划，大人囡仔拢爱参加课程活动扣点数。有家长就反映讲，亲像这款专门办予大人参加的活动无济，而且各地区的活动无招文，有当时要参加也真无方便。针对囡仔的活动非常多，但是针对是大人的部分，因为因过去的生命的经验的关系，其实是上恶影响的。这个作文还是上介重要的。桃园有办活动，也毋过较侪拢是伫中立，也是桃园较北部的较桃园北部的所在，所以阮若要过去参加，就是较费时间，较无法度较方便去参加。也若计划也有规定，每一人无论大人也是囡仔，拢爱参加意识培育课程，累积4点。有家长表示，这个课会使予家庭了解语言文化传承的重要性，也认为这是计划核心精神。但目前意识的课程却真恶找。即马都是要扣这个点数就困难的，因为县市政府都是无办，所以阮家己是去参加台语路办的这个艺术的课程，才有法度扣到遐个艺术的点数。经过文化部第一阶段的统计，注册台语家庭有1660户，计共6993人；学习家庭有1122户，文化家庭有538户。统计到3月27，已经顺利完成认证的学习家庭，干那76户，认证通过率不到1成；通过文化家庭有126户，通过率大约2成外。因为申请做文化家庭的大多数已经是台语家庭，有学者认为，照统计来看，目前这个计划也无对共运站拖出去。你对学习家庭来讲，伊原本是对台语优先，但是伊台语可能无遐尔好，你搁甲即个点遮尔少，活动拢差不多，对伊来讲都无诱因，所以讲。咱第一就是你迄个活动本身，可能迄个形式要变较侪。第二个就是你的点，即个台语的即个一点的即个点数的所在要变较侪。学者呼吁文化部要加强宣传，也建议会当甲一寡教育杂志，也是亲子议题意见领袖合作。另外，有认为这个计划应该中央地方做伙推广，透过地方的教育局学校斗推广，像讲发宣传单等等的方式，提供台语家庭计划资讯、活动内容，互更较侪家长知影。安尼才有愈侪机会，互台语行入无共家庭。记者张家嘅邵桂玲、丁亚轩、曾俊佑综合报道。